歡迎大家嚟到技術課堂，我係 Ivan。上一節講到咧，量能咧有4種情況：常態量、變態量、修正量同埋多轉空或者空轉多嘅量。喺上一節嘅課堂當中咧，就簡單咁同大家講咗下，多轉空量啊，同埋修正量。咁呢一堂課就同大家詳細講一講喺不同趨勢當中成交量佢嘅使用嘅技巧。今日同大家講嘅係上升趨勢篇。好，我哋睇翻第一種。咁喺上升嘅趨勢當中咧，常態量咧係溫和放大嘅。首先睇翻呢張圖，喺呢個位置量能開始放大，放大咗之後咧，價格同量能，我哋頭先講個口訣入邊，量價齊飛，或者你可以稱之為量價齊升嘅。咁呢度係咪屬於量價齊升咧？大家睇到前面係地量嘅，咁一樣都係地價，咁量能出現咗好多倍嘅上升，咁股價係咪立即有個好大嘅上升咧？係嘅，所以喺呢張圖入邊我哋可以睇得好清楚，佢係屬於量價齊飛，非常之好嘅一種上升嘅形態。咁上升嘅形態之後咧，大家會發覺佢係震盪上升噶。但係佢震盪上升咧，佢個量能係慢慢咁有少少縮細，但係整體嘅量能相對於前面呢個低價嚟講，係咪屬於溫和放大？屬於啊，所以佢係會慢慢向上升，雖然幅度唔大，但係佢係一個上升嘅走勢嚟嘅。好，我哋睇翻右邊呢張圖，咁喺呢個位置咧出現咗量能嘅放大，而且又出現咗中等中陰線，咁就證明有回調嘅需求，即係有浮籌咧要洗一洗，洗完之後後面嘅走勢，大家睇到走勢係非常之穩健嘅。雖然上升嘅幅度唔大，但係你要知道走勢非常之穩健，其實你就已經係賺咗啦。因為你最驚嘅係咩啊？最驚我買入去佢就跌，而且係持續下跌添喎，係咪？有句話係咁講嘅，大家知道啦，港股係唔似升跌幅噶啦，但係喺大陸咧佢係有升跌幅嘅。咁大陸入邊就會有一句說話就叫做我要升停板啊，即係冇得再升嗰種啦。我哋改良，Ivan 同大家講，我改良下啦，就叫做我唔要升停板，我要佢一直升，即係我唔要佢升個停板，咁升停板就冇意思啊，你咪定喺度啦。我想佢一直升個不停。大家係咪咁講咧？咁呢張圖話俾你聽，佢只要一直升，但係一直升咧，咁上升嘅狀態好正常係鋸齒式嘅，一定係咁樣上升嘅吓，冇人可以話俾你聽佢係咁樣上升嘅，唔係火箭嚟嘅吓。如果係咁樣上升咧，咁你就知道啦，呢種上升通常嘅結果或者通常嘅結果就係賺得快，蝕得仲快。咁大家好清楚啦，我相信大家都有遇過。好。呢個就屬於上升嘅趨勢當中咧，常態量咧係溫和放大嘅。變態量咯，我睇翻變態量啦。咁大家睇睇天量之後收一條長陽嘅 K 線，咁係咩意思？大家睇睇個解釋，即係主力要話俾你聽，我照單全收，你哋賣幾多我就買幾多。咁你話呢種時候，你係咪應該睇升咧？天量又收長陽，其實喺呢個入邊最關鍵嘅係咩字？最關鍵嘅一個字眼就係，其實佢天量之後，佢價格係咪往上升幅比較大咧？如果係，咁譬如佢天量，咁佢嘅升幅超過10%以上，咁屬於天量一樣係出咗截止嗰個位置嘅時候嘅天價，有咩問題咧？冇問題啊，係咪？好，咁如果出咗天量之後，後尾嘅走勢咧？後尾個走勢係冇咁凌厲咧，咁你就要注意啦。咁呢種咧就有可能係主力咧有少少叫做擺個陷阱俾你跳啊，所以就要注意下。咁如果呢個嘅區別就係天量之後有好大嘅價格個上升嘅幅度，咁後尾要節節上升，咁呢種咧咁呢種變態量係屬於強勢嘅變態量，但係如果出咗個天量之後，價格仍然喺天量嘅嗰一日嘅範圍之內波動，咁大家要注意啦，有可能係主力專門擺個陷阱入俾你跳，要注意呢一點吓。
但係呢種咁嘅區別咧，你一定要係相當於細心啊，要相當細心去觀察、去感受，你先可以發現得到㗎嚇。所以呢點我要同大家講。有冇啦？咁喺上升嘅趨勢當中咧，變態量咧係屬於量嘅異常變大啊。咁如果喺下跌嘅趨勢當中，如果天量又收咗一條長陰，咁點睇啊？咁啊唔使睇啦，向下睇啊！天量收長陰，後市係做咩啊？後市係睇跌噶嘛？大家睇翻，係咪非常之全神啊？天量收翻長陰啊，係天量嚟噶，一條長陰殺跌，然後出現咗天量嘅價，咁後尾係咪睇跌啊？大家睇翻後尾嘅跌幅有幾大？睇翻由最高嘅23,000點跌到最低18,000點。誇張啲嚟講就真係渣都冇得食啦。聽埋呢堂課之後咧，大家睇翻以後你見到如果喺下跌嘅過程當中出現咗長陰，而且個量能係天量嘅話，下邊係99%個可能性都係下跌，上升嘅可能性有冇咧？個1%個1%我係俾翻個可能性嘅，但係其實事實上你睇翻所有嗰種概率係非常之高嘅，可以咁樣講啊嚇。咁呢個世界上冇100%嘅嘢啦，所以我唔敢同大家咁樣講嚇。咁大家理解嘅。好，咁所以呢種咁嘅，如果大家睇到嘅盤面係咁樣嘅一種盤面之後，唔論你係大盤啦，抑或係個股，或者你玩翻嘅其他市場其他市場嘅產品，只要出現咁嘅 K 線圖，又出現咁嘅量能，咁你又可以走得快，有幾快走幾快，一定要記住啊！好，咁喺上升嘅趨勢當中啦，變態量嘅即係另一種嘅情況。咁大家睇翻呢段話嘅描述啦，末升段放量如果大於主升段，咩意思咧？就係呢個屬於上升嘅尾聲嘅位置，係嘛？尾聲嘅位置，咁尾聲嘅位置，大家睇到尾聲嘅位置嘅量能咧，居然係大過主升嘅量能嘅，大家睇到嗎？非常之明顯嘅。咁呢個係目的係為咗咩咧？係主力為咗出清喺呢一段時間咁你知啊，主力要拉升佢一定要吸籌嘅，咁個籌碼有好多，咁佢仲未出清佢嘅籌碼，所以佢必須要再行一段，先可以有足夠嘅時間可以出到貨，大家明白嗎？咁出貨咁必然就要有量能嘅增加，咁你要出手啊嘛，咁佢仲有好多，佢要如果佢慢慢派，咁慢慢派有一個問題啊，太慢咧，咁時間太長啊，夜長夢多。由呢個角度嚟睇，時間越短係越好嘅，但係對於主力嚟講，如果時間太短咧，咁啊容易太明顯啦，大家明唔明啊？露出咗馬腳。咁啊太明顯，所以佢會喺時間又好，喺個量能又好，喺個空間又好，都會有比較合理嘅把握。咁如果出現咗量能嘅增加，但係佢後面仲可以升咧，咁大家要注意啦。呢種咧係因為主力前面就出唔晒，咁出唔晒之後咧，後面咧就係會用咧比較細嘅量能，慢慢再抬翻起身個股價，然後再落嚟。咁點解後尾會落嚟？咁前面佢唔落嚟咧？因為佢未出完啊嘛。咁我都未走晒，係啊，用達叔嘅話嚟講，喂，我未上車喎，唔係我未落車喎，唔係一個咁嘅意思啊。我都未落車，咁你個車又開走咗，咁等我落車你先開啊。咁啊係啊，要衝落山坡度，等我落完車你先衝嘛。所以呢種情況又係嘅，同頭先上面講嘅都係一樣，就係喺呢種時候咧，大家要注意下。喺呢種時候，你喺判斷嘅時候，大家一定要比較細心，要耐心啲嘅觀察，而唔係一睇到你好似符合標準喎，你又咁樣去作判斷，係要一個綜合嘅判斷嘅嚇。呢度要講翻俾大家聽。好。咁喺上升嘅趨勢，仲有另外嘅情況就係，如果末升嗰段嘅高價，大家睇到所謂嘅末升段指嘅喺呢一度嚇。頭先咪同大家講咗嘅呢一段咧，因為佢未出清，所以再拉多波，
再拉多波，大家睇到佢嘅量能係冇有效增加嘅，但係你嘅價格係往上升嘅。你價格升咗咁多，你嘅量能點解會冇升嘅咧？咁呢個就係秘密啦。咁大家睇到啦。咁當佢完成咗所有嘅出貨任務之後，咁我開始嘅跌勢就好凌厲嘅啦。嗰陣時咧就叫做喊都無謂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咁啊，當主力佢一旦出清，你要睇得穿佢嘅陰謀，睇得出佢嘅陷阱，咁你唔好踩落去啊！咁你踩落去啊，真係大家睇到啦。就呢幅圖嚟睇，由呢個位置跌到呢個位置，點講咧？至少都攤腰啦，至少都跌到攤腰噶啦。啊，會唔會入埋 ICU？ 我唔知啊。咁啊，肯定攤腰嚇。所以咁呢種跌勢係非常之恐怖噶。大家一定要注意下，呢種係要重點關注嘅。一旦如果你喺頂部，如果你冇第一時間出嚟，咁喺下跌嘅過程中，你會非常之辛苦啊。好，又睇翻其他嘅叫做例外嘅情況，白馬股。咁白馬股咧，大家知道白馬股嘅意思係咩咧？白馬啊嘛，白色啊嘛，你有眼睇噶嘛，即係人都知佢掂嘅。咁啊喺白馬股當中呢種走勢咧係價先創高，然後量再創高，即係白馬股呢種係叫特殊情況，可以先有價錢後有量，但係其他個股唔得，一定要白馬股，淨係限定於白馬股噶吓，先有價錢，即係價錢啊衝咗上去啦，但係量能啊未衝得上去喎，但係咧因為係白馬股，所以佢係可以嘅，但係其他股唔得。好，如果出現咗量先創咗高點，反而話俾你聽，佢嘅走勢已經到咗階段性嘅頂部或者係大嘅頂部，呢個就係白馬股係屬於一種特殊嘅情況，大家一定要注意噶吓。大家睇一直以嚟股價上漲都有補量嘅，咁啊一旦量升得非常之犀利，大家發覺嗱，大家睇下，一旦量能增加，佢就係一個階段性嘅頂部位置，然後有個比較大幅嘅調整，再翻上嚟。你會覺得冇事啊？個後尾個高點啊，仲有兩個高點啊，比呢個高點高得多添。問題係你睇翻後面嘅，你睇翻走晒出嚟嘅走勢，係人都知啦。咁啊未走出嚟嘅時候，你知咩？如果未走出嚟後面呢一鑊，咁你淨係睇到前面呢一鑊啊，你已經嚇到騰騰震啦，係咪？有早知冇乞兒，咁我睇翻我梗係知，但問題你嗰陣時唔知啊嘛。所以喺上升嘅趨勢當中，如果係白馬股，大家注意啊，僅限於白馬股出現咗爆量嘅時候，反而係佢嘅價格股價去到頂部或者階段性頂部嘅時候，咁呢個係屬於特別情況啦，大家一定要更加mark 低佢啦。好啦，咁喺上升嘅趨勢當中，從常態嘅一種量能去到變態量能嘅一種過程，大家睇翻呢張圖吓，咁之前嘅量咧，咁大家睇翻之前嘅量能咧，其實就好正常嘅，好有規律嘅，慢慢升，係咪？但係去到後尾咧，又開始有穿過啦。好，咁價升量升，咁上升嘅弧線，咁不斷有大量，咁本身咧佢就好乖嘅，好乖仔嘅，都係沿住呢條線上嘅。但係咧後尾咧又變得唔係好乖仔啦，咁一定又穿下，呢度又穿下，甚至有穿得好多嘅嗰種情況。咁大家要注意到喎，如果喺上升嘅末段出現咗大量轉勢，咁有好多個大量頻頻咁樣穿越均量線嘅上方，咁要拉響警報啦。咁大家睇到啦，本身如果你係好有規律咁樣向上升，就冇問題嘅。但係多數情況之下，呢種情況咧就係最健康嘅嗰種啦。大家都知啊，最健康嘅呢種上升嘅形態，通常都唔會維持太長時間，因為股價千變萬化，今日唔知聽日事，所以一旦出現咗量能，咁你點睇出佢有咩變化咧？咁量能佢會變化噶嘛？咁一旦出現咗量能，有突然間嘅好大嘅變化，咁你就要打醒12分精神啦吓。好，重點就喺股價上升嘅趨勢末段，如果出現咗大量嘅轉勢信號，強於股價喺上升嘅時候，
比如喺呢度股價嘅上升嘅幅度係好細嘅，前面係好大嘅，但係呢度嘅量能居然有咁大嘅，係咪大家發覺有啲唔妥咧？咁你之前有冇發覺？你之前冇啊？冇關係，依家你開始發覺都唔維持啊。好啦，咁唔同趨勢當中嘅成交量喺實踐當中嘅呢一節課堂啦，去到最後啦，咁問翻大家兩個問題。第一個，大家有冇發現咧？我哋喺呢一堂課當中咧，我哋淨係講咗，咁喺上升嘅趨勢當中量放大咗啦，咁並冇同大家講喺上升當中，如果係縮量嘅話點算咧？咁上升放量，咁大家話好容易理解嘅，咁你錢多啊嘛，你咪谷住佢上啊嘛，咁如果錢又少，佢仲會上咁點算啊？呢個問題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下先嘅，自己先諗諗啦。咁上升嘅趨勢遇到個量係縮量，咁機會大定係風險大咧？我相信呢個問題大家以前遇得到，但係遇到你解決唔到，咁我留翻俾下一節等 Ivan 同大家講啦。咁我哋下一節再見啦，拜拜。